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疫苗，台湾的进度去卡着关了。本地这个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上近3月，民众就会当开始来做，但是因为世界各国拢咧抢这个疫苗，疫苗是真欠，所以台湾可能就要撑到6月才摕到疫苗。陈时中讲，等到这个6、7成的民众拢注到预防针，有这个保护力了后，台湾就会开始来做入境的普胎，到时阵边境就会当慢慢来解封咯。也毋过感染科的医师讲，人其他的国家早就咧做普胎咯，台湾应该赶紧来实施。上介重要的是，台湾一定爱买到保护力较悬的疫苗，也若无，就算民众有来做这个预防针，原来是无采工。我们一直都很透明的，能够讲的我们一定讲。访问的疫苗进度，唔但陈时中感染科医师嘛真无奈。等到他们都打完了，他们就给我们了。国外拢伫咧抢疫苗，互台湾唔知影当时才会当做。陈时中尽量瞧，讲若是6、7成的台湾人拢取疫苗，就会产生保护力，大家会当安心。这个讲法够无影。如果说你买了一支50%的保护力是50%的疫苗，你全人口都打了也没有族群免疫力，因为顶多就是有50%的保护力嘛。所以你买疫苗要买那种高保护力的，比如说9成的。除非台湾会当摕到高保护力的疫苗，台湾人才会当安心。疫苗的进度无法度确定，即马疫情正热到，台湾现阶段会当注意的还有啥？以目前这个疫情还不稳定的状况之下，国外进来的人有些打过疫苗，有些没打过疫苗，所以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进来的人都要筛一遍啊。等疫苗来，才会替大家体检。现阶段防疫上关键的2月测试糖病观察期，感染科医师烦恼，恐惊会阁继续前。好像等到过完年都没有，如果都没有明显的肺炎的个案出现的话呢，大概就相对上是安全一点了。过年要到，台湾边境面对高风险，台湾人对防疫的工作，拢爱做啊真点甜，袂当放放。